所以好，是我们掌声送给球队外山好球。这是外山主场犯规罚球，2次。第一次。 这条头领一起再来，四川队，风夺球，加油！Let's go, Tree, let's go time. 第
人犯规，罚球2次。哎，跟进，好，2次，去吧。
油。Let's go high, let's go dream. 哎
过去，再来，再来一波。
全场最要方便的声音，四川来，四川来！那比赛最大礼物交给谁？中国省内礼物派发时刻有最安全，哇哦，高兴，大家好，加油！我们现场的各位，我们的球队目前58比52领先对手。现场的暂停时间到。现场前后左右的球迷，热情的三场里，我们一起再来一次我们的中卫是好不好？四川来，四川来，风不叫，风不叫，加油，场的球员们！
对于篮球的梦，是最初的心跳，是在球场上奔跑的少年。每一次投篮都是梦的开始，是成长的路，是终于站在自己曾仰望的舞台，是梦的回响，是成长为赛场上的英雄，是在每一个城市点亮的光。2025至2026赛季 CBA 联赛，以城之名，竞由新生。4队球权流水后，4岁。
15号李伟浩。过去他首分可以获得2次发球，加油，伟浩！
方的球权。没关系，准备大力，掌声送给大力。没关系，调整一下心态，小小友加油！全场防守声，放手。 针对2号天分杯4川东职业前场球权 ，Let's go 四川，加油四川！马走过楼位请求换人。这是好心，天分杯前场球 ，First down。预备放手。 好球有损，好球！这一场，小勇用手背的犯规，罚球2次。不是我那谁，大力不是力。我一阵。
四川来。推进马场后卫队第3节全队犯规，比记拿4次。这是送给1号，8号的1号。这地方攻队34号，他是犯规，获得2次罚球，为号。加入1号。不是，我一直在上面，我应该是垫刚才。然后他一去，我就去下去了。他妈来垫个鸡毛，这么深。好球，弹起来，反射，打上面。
不行，外边，这个。 Never help me. 来，掌声送给尾号，好的，谢谢各位球迷朋友们。尾号今天比赛拿了18分球，跟我们红星是国内球员一样的高得分。四川黄土酒业队请求换人。此时此刻，我们的球队更需要现场每一位球迷最热情的掌声鼓励下场上每一位拼搏的球员。尾号今天打得非常的拼，来吧，各位，掌声送给尾号，加油！加油，尾号，加油！4分队。9分而已，继续战斗，防守。针对2号，防守两边，4分内后手拿球。深圳马口菠萝队请求换人。Let's go，加油加油！
谢谢两位，谢谢。1号田尔威罚球2次，5号。罚球2次，准备第15号李伟浩。好球，再来！往上。
小单飞2次发球，6号后续。深圳马可波罗队请求换人。最后的2分钟时间，加油加油！掌声鼓励一下后进，加油！ 死球！7号杜志博，梦想的旅途，我背井离乡，系上好恶心能用的对比的快速。 继续再来。6号红信继续战斗。Let's go， 四川。 这里1号 number 0 Kyle realizes personal foul。来吧，现场球迷再来点声音。